其實依家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啊，以為話脂肪肝咧就係得啲肥嘅人先有啦，但係實質上咧喺而家我哋嘅社會度咧，越嚟越多瘦嘅人咧，其實都係會有脂肪肝嘅呢一個可能性㗎。而且直至到目前咧，醫院係未有可以治療到呢一個脂肪肝嘅特效藥㗎。咁近期咧，我哋嘅一個廣東藥科大學嘅郭教授團隊咧，佢喺一篇國際嘅肝臟病嘅頂級期刊上面咧，就登咗一篇由我哋中國團隊去出嘅一篇論文，意思就係蟲草素咧對於我哋嘅一個脂肪肝咧係有逆轉效果一個重磅研究㗎。咁呢一個研究入邊咧係講咗乜嘢咧？呢一篇期刊咧佢嘅影響因子咧係去到13嘅，亦即係話含金量真係拉滿㗎。咁佢主要講咗啲乜嘢咧？其實咧就係話蛹蟲草入邊嘅一個核心成分蟲草素咧，佢係可以對我哋嘅一個身體咧有一個非常好嘅作用，就係打開我哋嘅一個身體入邊嘅一個脂肪嘅燃燒開關。